好，大家好啊！咁我係陳思凡23104，今日就會用李白與揚州與贈別詩嚟講下地理資訊地圖英語短片。咁呢個係我嘅目錄啦。咁首先我會講一下李白同長江先。咁首先啦，李白係出生喺西域啦，成長於巴蜀，25歲就叔叔啦，62歲就葬於當徐，葬於青山。咁咧佢係嚟自於咧長江上游啦，但係咧佢就係喺長江下游度離開嘅。李白嘅生平咁中間咧，由於漫遊啦，咁就走婚安陸啦，寓家南陵，隱於廬山，同埋參加李倫幕府，仲有被流放夜郎呢啲咁嘅原因啦。佢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係喺長江流域度過。佢雖然去過長安啦，但係住過北方啦，但係成日經常都係將長江中下游嘅地區作為呢個退守安身之處，甚至話我似學行甲鳥，南遷征北飛啦，喺最提黃漢陽聽呢一篇度。咁其實可以見到啦，李白其實係一個剛行生活嘅遊客啦，詩人嘅詩詩同佢嘅經歷同環境啦，都有一定嘅關係嘅。可以話佢係長期漂泊，多行水路。咁咧，佢嘅好多詩咧，其實都會係因江而起啦，詩嘅個感咧就會好強烈啦。因為江河作為文學形象啦，係有極強嘅立體感同埋流動感，情感嘅共鳴都好強啦。江河嘅既視感可以帶嚟審美嘅愉悅啦，象徵更加形象。咁江浪係李白主觀之情同現實之境之間搭建起嚟嘅聯繫橋梁啦。而長江喺某種程度上都係佢嘅生活嘅好大嘅一部分。而李白同時都係作為一個身無官職嘅自由者啦，佢唔係皇子嘅官員啦，所以可以自行決定行程，流動不拘啦，同埋配以佢自己自由自在嘅心境啦。飄逸嘅流水同佢嘅四散嘅情感係相配合，所以某種程度上長江就係佢嘅情感嘅來源之一啦。咁跟住我嚟講下水同贈別詩啦。由於當時嘅交通模式多數係水路同陸路啦，因為嗰陣時有好多嘅渠啦、河流啊一啲咁嘅通道，可以令到佢哋比較方便去唔同嘅地方。而李白生於南方，又愛南方水景啦。咁而李德輝先生都講過啦，李白多行水路，避陸路車馬勞頓，都可以咧節省體力嘅。而離別嘅地點咧，係以三顧黃土載啦，灞橋在長安中跨水作橋啦，漢人送客至此橋，折柳贈別啦。而王維嘅齊州送祖義啦，送君南府淚如絲，君向東洲使我悲嘅。咁通常佢哋都係同埋李白嘅灞陵行送別啦。咁灞陵送君灞陵亭，灞垂柳浩浩啦，可以見到啦。漢唐時期啦，有人分別多為橋頭碼頭啦。碼頭相送啦，以此隨別嘅。咁跟住嚟落嚟就睇下呢個同所有文學編年嘅地圖啦。因為今日要講揚州，咁所以我哋可以即刻打開嚟睇下啦。咁咧，其實我哋喺個地圖裏邊啦，我哋只要撳李白，然後搜索啦，係咪？咁就可以即刻揾到個李白嘅詩篇啦，有1098首作品。而點解我會去講一啲長江或者水咧？係因為喺1098首入面咧，有470多首咧嘅詩咧，都係有關於水字或者係關於長江流域嘅。咁我哋今次嚟試嘅重點係喺揚州，我哋可以見到啦，揚州其實係有整整15首嘅篇章嘅，係啦，亦都有主要係贈別詩啦。咁揚州對李白嚟講，其實係有個乜嘢意義呢？我哋可以睇下，就係揚州咧係作為當時嘅水城啦，亦都有揚一益二嘅美名啦。即係揚州可以話係第一大城，佢係因漢而興啦，喺南北嘅交通上咧起住樞紐嘅作用嘅。咁當時咧，通濟渠係大運河嘅主角啦，咁所有公司上去都係依靠通濟渠。向南就會有揚州，從揚州由瓜江州入江啦。咁長江南運河經濟揚州啦、常州啦、蘇州，最終可以去到杭州，由儀征入江啦。蘇江西上直通洪州、鄂州，向北就遠山陽、蜀、浙京、楚州，可以去到中原啦。
陸路方面咧，揚州去到江南嘅逆路啦，經過揚州、常州、蘇州，去到進而到達杭州，就長安到廣州嘅大路咧，都係要通過揚州嘅驛道。所以見到揚州其實係一個南北水路轉運嘅重要中心咯。南方各地運往中原嘅物品都必須喺呢度集中，所以係廣陵當南北大宗百貨上所集。揚州可以話係一個第一大嘅商業城市嚟嘅嗰陣時。咁李白同揚州之間嘅關係就係李白一生去過6次嘅揚州啦，咁留下個15篇即係篇詩文啦。咁佢嘅第一次櫻花3月下揚州係喺開元14年啦，即係中元726年。咁咧當時佢就以為士紳則喪，故諷刺射乎四方，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仗劍去國，辭親遠遊啦。當時26歲嘅李白啦，就覺得啦，佢覺得就係佢必須要去呢個揚州嘅地方，係啦。咁因為揚一益二啊嘛，咁永遠李白都係向住第一嘅呢個豪情啊，咁就決定去揚州。而咁啱揚州都即係當時佢嘅少年雄情，可以同佢兩首少年行入面啦，可以見到嘅。咁我哋都可以話俾我哋聽，喺揚州所有嘅日子啦。第一項運動就係縱情遊樂啦，嚟到揚州就任性負氣嘅李白就如魚得水啦，白天就遊獵，晚上就擲色。可以話咧，其實係同朋友3、5成群喺春日嘅揚州係享盡人間嘅歡樂。就係佢自己講啦，50年少金市東，銀鞍白馬度春風。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啦，白日求獵夜用擲啦。佢哋咧就係以博氣嘅方式賭博啦，可以係散盡千金啊。跟住第二項活動咧就係飲酒聚會啦，咁就係落花踏盡遊何處，笑遊胡姬酒肆中啦。酒宴係極盡奢華，3杯就落肚啦。李白豪情萬丈，好鞍好馬都會隨手送人嘅。可以見到好鞍好馬乞與人啦，10千5千少沽酒啦。第三項活動就係風月啦，係啦，咁可以喺煙柳繁華之地啊去玩樂啦。圍欄相隨圈騎壘，風光去處滿新歌啦。咁可以見到當時李白嘅喺揚州嘅日子係非常之開心㗎。咁但係喺之後，所以佢2年後咧，孟浩然咧話要遊歷揚州嘅時候咧，即刻就作咗一首詩啦，去贈別孟浩然，就係送孟浩然之廣陵。可以當時可以話係一個喜愛交集，以流水去傳遞呢個愁緒啦。就喺黃蜀粲《唐詩贊注》入面講過：下揚州雀兒煙花3月啦，頓為送別添豪。咁李白詩身都講過：煙花3月佳時呀，揚州勝地也啦。喺繁花盛開之時節送別啦，美景一片啦，歡快之極。明明係要離開啦，但係就趁意美景，係啦。咁其實係更加有一種先喜後悲嘅感覺啦。咁唐汝勳咧都解過就係：帆影盡則目力已極啊，江水長則離思無涯。將忘之情佢在言外啦。和珅《唐詩摘抄》都講過：不見澤影，唯見長江。將忘之情盡在言外啦。離思直解，帆沒而不見矣。唯見長江飛流無際，故人已遠，餘情徒為之悵悵矣。咁其實都係寄情於景啦，不直言情，卻句句是情啦。希望佢去到揚州咧，係其實係一件開心嘅事啦。但係孤帆遠影碧空盡啦，唯見長江天際流，亦都有一個亦都有一種佢最後孟浩然都要自己一個去離開咯。我哋今日都要離別啦，就唯有見長江天際流。所以可以見到啦，係以景見情，先喜而後悲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可以見到就係李白同揚州其實係有一個好深嘅聯繫啦。因為揚州係佢第一個出遊一定要去嘅地方啦。揚州亦都係唐朝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啦。而揚州係寄託於長江而成立嘅啦。而長江亦都陪伴咗李白嘅一生，係啦。所以寫贈別詩嘅時候，哪怕寫美景，都係寫到好哀愁嘅感情出嚟。最後係。
多謝大家。